歡迎使用電子印花服務。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大批上載租約加蓋印花申請。在租約目錄中選擇上載大批加蓋印花申請，請按繼續前往下一頁。請閱讀重要附註，然後按開始申請前往下一步。按瀏覽選擇上載的檔案。當上載檔案的進度列完全填滿後，按繼續進行上載。上載檔案中成功接受及不接受的記錄總數會顯示在確認通知上。如適用，按不接受原因，查閱記錄不被接受的理由。按讀取記錄，讀取已成功上載的記錄並作遞交。